时间的年假，真侪人会安排出门去佚佗。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一直拢是观光的焦点，6月底要起国。台东的天后宫就有出800多万，即马做全世界头一粒马祖造型的热气球，昨昏点出来好看，又个古水又个特别。 台东天后宫马祖神像登上马祖造型热气球，伫台东落野高台升空，全国各地20多间马祖庙的160位代表也接受邀请，来自全世界唯一一粒马祖热气球。这粒设计做古锥版的马祖造型球，真受到信徒的欢迎。造型啊，水重要，来参与，这是阮的荣幸。世界一粒啊，唔是讲台湾第一粒，世界第一粒。 马祖造型球是台东天后宫开800多万建造，今年6月30日特别假日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，官府表示，预计今年疫情解禁，民众出国旅游增加，国内旅游退烧，保证台东民宿7月订房率就3成，所以特别将热气球活动延长做60天，史上上长，也希望借着马祖热气球，会当吸引全球3亿外马祖信徒来台东观光。 特别就是希望，我们全台湾各地的信徒，或者甚至您是海外来，会不怕7月份的时候？不会啦，那7、8月基本上7月大考之后，7月1号单子就一直进来了。因为台湾还有很多非常不同的景点可以来旅游。 官府表示，今年拢总有55粒热气球会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，其中造型球包括新加入的马祖球，也有其他30粒世界各国的造型球，拢会依照追求日期时间表，予游客来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